魷魚遊戲3是最終章，導演黃東赫回答藏玄機。開六角括號記者鍾志軍綜合報導，刪六角括號萬眾矚目的韓國影集《魷魚遊戲》來到第3季。導演黃東赫今9率劇中演員在首爾盛大宣傳。黃說：相信很多人看過預告，或多或少猜到些什麼。問到《魷魚遊戲3》是否為最終章，他親口給答案。導演黃東赫表示，第3季中，你正在飾演的成奇勳失去了摯友，為自己犯下的過錯感到內疚，再次跌入谷底。全新一季要講的是他如何重新站起來，完成接下來的遊戲。相關新聞，李秉憲迎終極對決魷魚遊戲35位演員大陣仗宣傳。問到第3季結束，是否還有下一季？黃東赫坦言無新一季的想法，所有角色故事將在第3季完結，不過未來有機會，也許會拍衍生劇。對黃東赫而言，創作魷魚遊戲系列耗時6年，他感性表示，這段期間不可思議、難以置信的奇蹟發生了，每個人都夢想着大獲成功，能和一群偉大的演員們一起創作，彌足珍貴。另外，黃東赫解釋，第2、第3季是同時編寫、拍攝和創作的，因此不存在看了觀眾評價，因而變動故事內容的說法。相信大家看完第3季後，許多遺憾都會找到出口。魷魚遊戲3 27日 Netflix 獨家上線。